歧視群育學生被鬧爆，中學校長道歉。仁愛堂陳黃淑芳紀念學校，唔係住屯門區都應該冇聽過噶啦。同大家認識下，考分係禮2年次。不過佢哋嘅蔡校長一知道專收有情緒同埋行為問題學生嘅群育要搬去佢哋隔離，就即刻撲出嚟去信立法會反對。有174個字，6行嘅字咧，去標籤呢啲嘅學生，包括咗即係佢哋啲學生係黑社會啦、吸毒啦、性濫交啦、邪教啦、自制力薄弱啦、不受控制啦、用暴力同老師對抗，甚至煽動其他同學搞鬧事。佢仲話群育一般就好似擺咗個炸彈喺度咁，即刻俾人鬧爆。呢啲學生係點嚟㗎？其實都係嚟自主流學校喎。全港嘅中小學，其實我哋都存在着呢啲嘅學生。咁我就問啦，群育學校唔好喺你隔離，咁即係間間都唔好喺大家嘅隔離嗎？阿蔡校長原定尋日開記者會，但開之前個半鐘無啦啦取消，淨係出稿解話，形容群育學生嗰堆字眼係引自教育局11年呢份文件，話對於引錄不周全，引致公眾對特定學生有錯誤印象道歉，但都冇撤回反對群育搬過去嘅立場。佢哋嘅言行咧，已經係直接對呢批學生造成傷害，佢應該為呢個行為同埋言論而道歉。群育前校長話嗰份文件係就係2011年版，但按90年代嘅收生標準嚟寫，查成20幾年，已經過時脫節啦。有份反對群育搬嘅7個工聯會同埋新民黨屯門區區議員，被譚俊賢踢爆唔肯去群育視察就反對，譚耀宗就同佢哋割席，話民建聯冇人反對遷校。